大家好，我係明愛花花，喺田灣已經紮根超過半個世紀，可以話係田灣嘅老街坊。今日就等我帶余影樓新入伙嘅街坊認識一下田灣啦。今日我會帶大家認識一下田灣嘅超級市場。田灣一共有4間超級市場，由余影樓正門出發，沿路行，會見到斑馬線，過咗馬路呢，就會去到田灣嘅中心地帶。相信余影樓嘅街坊嚟緊對於呢條路都唔會陌生㗎喇。再沿住石排灣道一路行，經過華基堂，我哋就會到達興和街。你過對面馬路，繼續沿住石排灣道直行，過咗一間麵包店，就會見到我哋第一間嘅超級市場，就係759雅順屋啦。呢間759雅順屋除咗有飲品零食賣之外呢，仲更加設有咗冰櫃，售賣凍肉同埋冰鮮食品等等嘅。所以我哋今次都將佢歸類為超級市場嘅。鏡頭一轉，我哋重新喺興和街出發，一路直行就會見到田灣街市。過對面呢，就會到達嘉和街嘅，再過對面就會見到第2間超級市場維康超級市場。再沿嘉和街一路向前行，到達中國銀行，轉左入田灣街呢，再一路直行，你就會見到我哋嘅第3間超級市場佳寶食品超級市場。好啦，我哋又繼續沿住田灣街向上行啦噃。見到田灣巴士總站，我哋就過對面。沿住左手邊直行入去呢，就會見到田灣商場其中一個入口。喺呢度玻璃門入去，就會見到第4間超級市場八街超級市場。而家就等我同大家總結一下田灣呢4間超級市場嘅資料。大家記得 cap 低以下嘅資料。今次介紹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